文王。今遂明之为周易耳。读者要当视为一义，不可以其传述之人不同，而谓有二义也。夫义之有三者，非三义也。义之三变立也。既有三变，以备天地人之数，未用以足。虽有他变，终不出乎三者。文王之义合三者而义之故，言卦之变与义之用，以周易为主。此无暂意取文王序卦之有也。卦变虽从文王，本卦必素伏羲，故说卦间及二者次序。后人不明义之用有正变，不知伏羲文王之卦通义之意，不解连山归藏不用之由，妄加揣测，不读义道不明，即义之自出，义不复晓，或执实残编以真直义词，或采取他意以辨别图序，皆失无暂意原意者也。要知未有周易，则不得不采用连规；既有周易，则从周以足。此无有从周之叹也。下商疑点，故不可考。连山归藏之意，吾于其宋有极见之，初意以为可取。即参之周易，使之二者已在其中矣。故从周易，易中诸此，非晋文王之作，多言二义之久，今犹在也。而周易之精，不在辞之美备，而在序之精道，以能参天地二道，立人道之极，全变化之用，明始终之意，非如连规所取一暇而立即有偏也。故合伏羲之旨，尽义之变化者，为周易谓。此文王之所以胜者于夫义之有异同，即可知矣。而其义之应从周易，又无义。故后人有不达者，则以极门之事，未尝将经传详，未讲事，以明旨趣。二三子好事者，又窃取连规之本，授于门人，待汉之心。言义者虽有同义，虽非乖离不羁之说，究谓门户真直之阶，此则义道之不信也。然以经传之本，既无详解之文，则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取其所义，以正其同，亦足以明周易之精美，而直探文王之心矣。易之言称谓，夸占验，及其以本宫生变为序，以纳假何遂未用者，其书虽书，亦属古人之仪，参而求之，犹足推广周易之用。盖虽尽杂，亦非无益。是在读者之以周易为宗，勿任客作主，则占验之说，正可谓修者之助，而生变之意，又可立义道之宏，其所益于义，
有在焉。宗主副主。